大家好，今日想同你哋傾下我喺楊定一博士嘅讀書會裏邊聽到嘅一個主題。有啲朋友佢心裏邊總係有好重嘅負擔，總係會不斷咁責備自己，不管做乜都擔心自己會做錯，會傷害人哋，會拖累邊個。而博士通常會話俾呢啲朋友聽，把心裏邊嘅顧慮交俾宇宙，宇宙唔會犯錯，所以你點做都錯唔到邊度去。呢段話我聽咗好多遍，後來慢慢體會到佢講嘅其實係一種信任，信任自己，亦都信任生命嘅流動，或者更深啲係一種對當下本身嘅信任。呢度當然亦都包含咗楊博士經常講嘅沉浮嘅理念。一開始我對呢句說話嘅理解仲停留喺概念層面，覺得佢聽落好好，但係好似離現實有啲遠。可後來我漸漸發現，當你願意將注意力拉返而家，拉返你正在做緊嘅事，就唔再只係知道依句話，而係開始有一啲體會到咗。最明顯嘅係我喺度做家務嘅時候，開始發現咗一啲微妙嘅變化。我開始期待洗碗呢件事，大概係從我決定喺度做家務嘅時候聽楊博士音訊嗰日起。明明過去呢啲雜事總讓我煩躁不堪，但係嗰段時間我發現自己喺度擦鍋嘅時候，心反而靜咗落嚟。嗰陣時博士喺音訊裏邊咁啱講到嗰句說話，你點做都錯唔到邊度去。嗰段時期我個狀態其實並唔好，白天拖延，晚上焦慮，哪怕只係處理生活中最簡單嘅事，譬如訂個外賣、發條信息，內心都要反覆掙扎好幾輪，好似每一件小事裏邊都藏住陷阱，一唔小心就會讓自己陷入懊悔或者自責。我唔係好願意承認自己過得好辛苦，因為表面上我亦都做緊嘢，該完成嘅任務仲係完成咗，但係內心嘅聲音其實好嘈。我總覺得自己邊度做得唔夠，邊度講錯嘢，或者又讓邊個失望咗。每日醒嚟第一件事唔係計劃今日要做乜嘢，而係回想琴日有冇邊度做錯咗。所以當我開始一邊做家務一邊聽博士嘅音訊嘅時候，嗰種被允許不完美嘅感覺，就好似胸口壓住嘅一塊大石頭，終於鬆動掉落。咁係一種幾乎讓人想喊嘅放鬆感。希望呢件事本身冇變，但我做呢件事嘅心情變咗。我好似終於轉過頭嚟，發現自己可以唔咁用力咁討好呢個世界，亦都唔使咁急住討好內心嗰個一直喺度批判自己嘅聲音。也許你也有過呢種經驗，喺某個平凡到不能再平凡嘅時刻，忽然感受到一絲平靜。嗰種平靜唔係解決咗啲咩問題先有嘅，而係你終於允許自己先唔使急住解決。呢度嘅關鍵詞係允許。嗰陣時嘅我就係咁樣，只係一邊聽住音訊，一邊做啲日常家務，心裏卻慢慢浮現出一種從冇體驗過嘅輕盈感。我唔知道呢個算唔算係某種療癒，但我知道嗰係我嗰段時間最真實嘅好轉，而且講來奇妙。後嚟我發現，真正讓自己慢慢走返嚟嘅，亦許並不只係音訊裏邊嘅內容，而係集院呢件事本身。起初我以為係博士嘅聲音喺度陪住我度過低潮，但係漸漸地我開始注意到水聲、碗盤碰撞嘅聲音，感受到水從指縫流過，仲有水蒸氣升起嚟，輕輕碰到塊面嘅溫熱感，一切都變得十分鮮活。原來喺嗰啲我曾經覺得好煩嘅瑣碎動作裏邊，藏住一種讓我自然靜落嚟嘅力量。好似當我終於唔再咁急住去做啲乜嘢嘅時候，平靜先至真正有咗入口。後來我仍舊會喺做家務嘅時候聽博士嘅音訊，但有啲日子我只做嘢，唔聽任何嘢，感覺聽唔聽其實亦都冇關係。重要嘅就係我終於唔再急住證明自己
有喺度做點乜，唔使連洗個碗嘅時候，心裏都喺度否定自己。我一直以為自己只係比較敏感同埋容易焦慮，但後來先至發現嗰啲自責嘅念頭其實幾乎係無所不在嘅。譬如起身晚咗啲，我會覺得嘥咗時間，買錯咗嘢，會忍唔住責怪自己點樣總係唔小心，講話時語氣冇拿捏好，會懊惱好耐，甚至連別人臉上嘅一個微妙表情都足以讓我喺腦中重播好幾遍，猜測係咪邊度惹人高興啦。我總覺得只要我唔夠好，就算冇直接犯錯，都應該為某個問題負責。我曾經以為呢種狀態只係我個人嘅問題，係我太玻璃心、太軟弱。但後來聽博士提到幾個詞 guilt、repentance、redeem、罪惡感、悔改同埋贖罪，我先至意識到原來我哋好多人都係喺咁嘅情緒模式入面長大。我哋從小就被教導要把事情做好，但好少有人教我哋點樣放過自己。做得好係一種被認可嘅標準，做得唔夠好就要改進、反省、補償。久而久之，我哋學會咗不停咁喺心裏邊補救，從琴日補到今日，從今日補到聽日。但係補住就唔記得問自己一句：我真係做錯咗，定係我只係冇做到人哋期待嗰個樣？喺呢種心態底下，我哋就好容易裹足不前、拖延、內耗。當呢種思維內化得太深，就算冇人責怪你，你都會先責怪自己，以換取一種我有在負責嘅安全感。久而久之，哪怕什麼都冇發生，你都可能會懷有一種莫名嘅不安同埋歉意。而呢種情緒係極難被外界理解嘅。人哋會話你太敏感，太容易想太多，但你自己知道嗰啲對唔住同我應該點樣嘅念頭並唔係裝出嚟嘅。你唔係喺自找麻煩，你係真係覺得自己唔夠好。博士話呢種隨時都覺得自己邊度做錯嘅內在狀態，唔係個別人嘅問題，而係呢個世界俾我哋設定嘅成長模式。從家庭、學校、社會再到職場，我哋太習慣喺被評估嘅關係裏面生存咗。一旦你唔係最優秀、最合群、最理性、最有效率嗰個，你就會開始懷疑自己係咪唔配擁有，係咪應該更努力，係咪邊度又做錯咗？聽到呢啲說話嘅時候，你會唔會覺得好有共鳴？反正我係覺得完全講到咗我心裏，我哋總係一直太努力，想要變得足夠好，忘記咗嗰啲所謂嘅好壞對錯，其實亦都只係頭腦俾出嘅定義。我有一個朋友常咁對我講，你去睇嗰啲所謂嘅療癒嘅嘢，就係逃避現實。佢係個好有主見、執行力好強嘅人，永遠清楚自己要乜嘢，做嘢果斷、表達直接，面對任何問題都敢直接應對。而我喺佢睇嚟，可能就係一個總係拖拖拉拉、難以行動嘅人。佢睇我成日聽博士嘅音訊，睇各種離世俗有啲遠嘅書，仲寫一啲佢覺得諗太多嘅文字，於是直白地講：你唔係真係想改變，你只係唔敢面對現實。嗰刻我冇回應，但內心其實有啲動搖。我開始懷疑，我係真係喺療癒自己，仲係只係想離開生活嘅困境。我聽呢啲教導，做呢啲反思，係咪只係為咗逃避嗰啲需要決斷同埋承擔嘅嘢？當我發現實在想唔清楚嗰時，就對自己話：先交俾宇宙先。